跟大家亚维毛令亚维聊天室开门喽 ！Hello， 欢迎收听收看亚维聊天室，我是亚维莫瑞。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微醺开根来到我们现场，先请大家来做个打招呼的动作吧。大家好，我们是微醺开根 Hill Hill 嘿沙。那么是马木狗啦，那鲁木嘎德木波呀。大家好，我是德木。大家好，我是柳丁。大家好，我是柳丁。大家好，我们不朗玩当地冉阿鲁。大家好，我是冉阿鲁。我想要请三位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微醺开根。除了你们三位之外，其实还是有其他的团员，对不对？只是说今天没有来到现场，那我们可以稍微的来介绍一下微醺开根这个乐团的编制大概有几个人？平常的话是6个人哦。对，那还有这少一半呢。因为我们有经过一番的那个生死斗，哦，才取得那个在镜头面前露面的机会的样子。原来是这样子，是猜拳猜输了。对啊，或者是拉头发。哎，所以开始。哦，我知道，因为你们的头发都比较短，所以他们拉不赢，是这个意思吗？对。那还是要介绍一下6位，其他3位他们个别负责的是什么部分？那么一人负责一位哦。好，我们另外一位有一位那个 vocal， 他是来自台东成功宜湾的阿美族，叫做嘎造。嘎造哦，嘎造是男生，对，他就只负责唱歌嘛。那他也会用一些像是雨棍。哦，就是没有音阶的乐器，对不对？对，因为我其实去年有访问过你们啦，然后印象很深刻，那根雨棍声音非常的疗愈，就是一根长长的棍子，也不是棍子，就用管子，然后里面它有放一些类似豆子豆类的东西，然后在那个管子里面，它好像还有一些机关，就是可以让豆子在里面有那种他就是会有敲那个小木棍进去，然后他敲击到他的声音，然后会有点像是螺旋这样下去，所以你这样转的时候，你跟着转，或者是你这样斜的那个角度啊，它的声音听起来就是水流声比较急、比较缓。对，这样子。所以就是要依照就是不同的摇摆。对，要非常善于摇摆。对，不同的摇摆就有不同的声音出来。所以嘎造是负责vocal 跟这样子的乐器。那还有另外2位呢？我们还有一位那个贝斯手，然后他是来自花莲凤信部落的阿妹。我对他很有印象。她也是一个女生，然后但是蛮中性，很帅。对不对？他应该很喜欢人家说他帅吧？他应该蛮喜欢的。好的，接下来还有一位是谁？还有一位是我们的鼓手，然后叫做小葛，来自高雄那玛夏的布农族。小葛，我印象中是不是上次没有看到小葛？对，上次没有看到他。对，所以对他完全没有印象。好吧，那就算了。开玩笑，不好意思了。期待有一天可以看到本人。当然，这一次我们邀请微醺开根来到现场来宣传他们的专辑之外，或开始的地方，还有一个好消息要来告诉我们的听众跟观众朋友，就是在今年有演出的计划，对不对？对，我们在这个月的月底，就是1月31号，有那个我们首场在成品的分享会，专辑分享会。哪里的成品？对，在那个台北松烟成品的3楼音乐厅。而且是不是除了台北场，好像还有另外2场哦？对啊，那另外2场也可以跟我们的观众跟听众朋友来说一下。然后，如果台北的没有参加到，不用紧张。我们还有一个是3月7号在高雄的大圆柏的成品音乐厅，然后还有一个是3月28号，然后也在台中的晴美成品。哇，太棒了，背得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国歌比3是什么？3楼音乐厅。好的，对，所以呀。大家记得，待会我们会介绍这张专辑里面好听的歌曲。刚刚有听到演出的资讯，大家就是要赶快先手刀先去抢票啦，好不好？因为免费的啦，你看，不用抢，
不用抢，直接取抢位置，人来就好。想靠近我们一点的位置，对，也带一下礼物，好像可以哦。先到先抢位置，然后当然要在继续聊专辑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下，因为大家有看到吗？乐器直接就带在身上了，好不好？虽然说没有全员到齐，但是我们实力派的啦，我们实力派的可以马上呢，演奏就可以现场来演唱。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火开始的地方》。好的，刚刚那首歌真的很好听哎，火开始的地方，也就是专辑名称，对不对？没错。对啊，我们可以来聊一下这张专辑《火开始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去命名它呢？其实蛮有趣的一点是，我们其实是先有这个专辑的名字，当初并没有《火开始的地方》这首歌。是。对，那时候因为我们先讲我们火开始的地方好了，因为对于原住民族来讲，你假如说就是烤火是一个可以让大家聚集起来、串联起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那我们就是想要透过这张专辑来跟大家分享，当我们在烤火的时候，会分享彼此的生活中啊，或者是你的心情上啊，你最近遇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小故事，所以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这张专辑来更认识我们。哇，火开始的地方就是其实你们6位对不对？对，都是来自不同族群的人，不一定。虽然说你里面大部分是做族语歌曲，但也有华语。除了华语，然后还有几种族语啊？除了华语之外，还有4种，那分别是海岸阿美、万大泰雅，然后俊群布农，跟一个比较特别一点，它是来自平埔族群之一的葛哈乌族。哇，那我想要问一下，因为其实6位来自不同的地方，然后也是不同的族群。Demu 我知道你是万大的泰雅族，然后柳丁就是汉族，对汉族。那朗阿路呢？我是屏东马家乡的屏东马家乡的排湾族。屏东马家乡的排湾族。那另外2位呢？贝斯手阿妹他是阿美族，嘎造也是阿美族。对。然后另外一位鼓手呢？他是布农族。哦，布农族。所以在这里面有4种语言，不止。
对，5种语言，包含华语的话，总共有5种语言。哇，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好，我就问柳丁，因为其实里面几乎你每一首你都有唱那会唱到不同的语言，这对你来讲会不会很困难呢？很困难。那你是怎么唱？写注音吗？我刚开始是真的是写空耳对，但是我们后来就是有请朱玉老师来纠正我们的发音 ，OK， 然后他就会开始教我看正确的罗马拼音要怎么念，然后团员们也都会教我说，这个字怎么念才是比较正确、比较标准的。哇，我觉得这个听起来非常难，而且更厉害的是，Demu自己是泰雅族，对，然后里面这么多歌，几乎你是不是每一首都有唱到？对，每一首都有唱到，所以刚刚讲的5种语言都要会。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乐团的族群就已经非常多元。对，那其实，在台湾也是，现在也是非常多元的族群在这片土地上。是，所以我们都是互相学习嘛。那其实我最常被问到的是说，我们乐团的创作里面，阿美语那么多，那我是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的？可是就是其实蛮有趣的，是因为我们以前在大学。学校里面有开族语课，那一年刚好是开阿美语，是，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上。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不是这个族群，但是去学习他们语言的时候，其实很有趣。而且你会发现，怎么会有趣？你不会觉得很混乱吗？混乱一定会有，就像是有些时候，因为阿美语跟泰雅语的 O 发音不一样对，他们 O 是念乌，对不对？然后我们是 O， 就是 O。然后我有时候也是会录音啊，录到错乱，就是这首歌是阿美语，但是突然中间有个词突然变成泰雅语的发音，因为你看到那个拼音是一样的字，一样是 O 嘛，对，就很自然的你会想要唱到 O 去。有时候还是会不小心。哇哦，那我想要问一下郎阿路，在这么多歌曲里面，因为你没有唱嘛？有唱没唱？有唱一些地方，但是你主要的是拉这个大提琴，然后你都是在歌曲完成之后才加入吗？还是说在中间有编曲加入的？其实，我们专辑有很多歌都是从我们以前的歌嘛，就是以前就已经写好的歌。有些大部分的歌的确就是我后来才加进去的。但是像新歌的话，像我们最新的那个《火开始的地方》啊，是我算是就是有认真的看一首歌，就是从无到有的那个阶段。然后那个中间的旋律也是改了无数次。真的。对，我觉得比较好奇的就是你在看这每一首歌，然后每一个故事，它可能已经是成品了，然后再加入进去，对你来讲会觉得比较困难吗？还是你觉得信手拈来，小菜一碟，轻松拿捏？1块蛋糕，对，没有到1块蛋糕，大概2块。就是其实一开始加进，因为我是就是算是后来才加入微醺嘛，那个时候开始在用微醺的大提琴的旋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的确是蛮多困难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歌的调都很难，升降记号很多，然后我可能就会生气。真的，所以这个曲是谁写的？是你说哪一首歌？对，要看是哪一首。就是很难的部分都是你写的吗 ？Demo 编曲的话编曲应该算是制作人。我觉得不太能不能完成。曲是我写的没错，但有时候最后定 key 的时候是制作人，是制作人会去定。制作人是保卜，对不对？保卜老师会不会很严格啊？还是你们觉得他是属于一个？你们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制作人？我们要分2边回答吗？切条分水岭哦。那你们先说好了。我觉得保卜老师非常温暖。对，就是为什么你有不以为然的表情？没有，我先听他的说法。这个就是我们讲完的时候让他说。OK， 好。因为保卜老师会知道我的状况，所以他会慢慢引导我，然后要怎么进入歌曲的情绪啊。然后比如说我也有录那个阿美语，然后我就是怎么录都录不好。然后就是语言的。会有点障碍的状态，舌头打结的时候，舌头已经打结，然后老师就会好像说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没关系，你不要急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他对你比较温柔啦，对，很温柔。好的，那郎阿路对我来说的话，老师会有一种就是
循序渐进、引人入胜的那种过程，在工作的时候，因为在录音的时候，其实老师很注重我们的情绪有没有在这一首歌的意境里面。是，可能很开心的歌啊，我录的不顺利，我可能就会生气啊。啊，你是不是很容易暴怒啊？为什么刚刚一直就很想生气耶？对，我蛮容易生气的。没有啦，就是可能自己录不好的时候，自己也会有自我要求，对自己的要求，自我要求比较高，就会生气啊。但是老师就会说，就是然后录这首歌的情绪不对咯，再调整一下这样子。可是当老师这样讲的时候，你会不会更生气？我哪里有不对？我会懂老师的意思，因为今天这首歌不是只有拉的好听而已，是你的情绪要到了才会有那个这首歌的感觉。OK， 那也算是一个还蛮懂事的乐手，我懂事的团员。我是很自我要求，比如说就是很想跳舞的时候还是会跳。就是边拉大提琴可以边跳的意思。只有他在录音室的时候，那个他在录音哦，然后他真的快要跳起来了。这个你也要讲吗？因为老师又说等一下那个包厢先停止，下一趴先继续。所以是边拉大提琴边跳舞。我可能会有一些 vocal 的地方，对，所以 vocal 的时候就会想要跳起来。我甚至以为我自己是玛丽亚凯莉吧，我就是这样子录呢，这种真的很漂亮，而且还要这样子，他手还要这样子，很多动作。对，可是其实唱歌就是这样子啊，你要有一点那种肢体的动作，可以带动你的情绪。的确是。对啊，真的是这样。好的，现实残酷来了。那两个人一直看我什么意思？所以到底你对宝宝老师有什么不满？没有不满，先澄清，没有不满，没有不满。OK， 就是他们刚才说的都很好。好的，就是老师是一个非常真的有在流，老师是一个非常注重情绪，而且他真的会去营造，他可能用这个环境，或者是他会给我一些文字，要我去回到可能这首歌的那个当下，给你一些文字，还是就是提醒的，对，他会给我关键字，是不是？或者他会给我一些题目，他叫我回答那个当下我在想什么，或者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是怎么样子的状态。他会给我很多题目，然后在有点像是做这些歌曲在录制前，尤其是 vocal 在录制之前的一些前置作业。那当然他也有很严格的部分对我，尤其就是因为我弹吉他对，然后老师本身又是非常厉害专业的吉他手，所以我在录吉他的时候，就是那个小小的那个窗户啊，我就会看到那个里面有一双锐利的眼神，然后哪边感觉压力很大。对，而且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我之前在这张专辑之前，我有跟别人合作过，就是我有去帮别人专辑配唱过，对，但我其实并没有完全没有录制吉他的经验对，可是因为录音的顺序一定是从乐器先嘛，没错，所以我就是我要在里面，然后第一次录吉他这个体验，然后老师又是他们刚才就是老师很鼓励他们，你知道吗？然后我在那边的时候是怎么办？我已经老师我在马上弹，老师就觉得说，我觉得你的那个律动不对。毕竟他是吉他手啦，然后也比较专业，然后可能会谨慎的要求。对，然后因为我自己是那种在紧张的时候就会更紧张，然后我就会对我就会一直恶性循环越来越差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压力很大，然后包含就是在录 vocal 的时候，那相对来讲，我觉得录 vocal 可能对我来讲稍微压力再低一点点。但是呢，我为什么说这边要画一条线分开讲？就是例如说柳丁在录的时候。他遇到撞墙期，老师说好先，不然他先休息一下。然后甚至我们在里面的人还会说，老师说去安慰他一下，去给他鼓励一下这样子。然后我之前就是因为我在里面录音是只有老师按下去那个按钮，我才听得到他们在外面讲什么。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可能我录了好几次，然后我耳机里面老师就跟我讲说，你觉得你满意了吗？他就是要给你压力，他会把问题丢回来给我思考，然后我觉得不好，他就说那我再给你剩3次机会。真的然后这么严格，所以你觉得他在针对你的意思吗？还是说单纯的只是想要求更好？但其实我这个人蛮怪的，因为其实他这样对我蛮开心的。真的就是代表他愿意真的去
严格的对待我，我才有机会再进步。其实没错啦，你这样想是正确的啦，因为他并不是想要放弃你。对，因为我跟你讲，好了，我们要来听一下他们这边的声音，就是当老师跟我讲说你剩3次机会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听到的是什么？老师其实说他就是唱的不错哦，真的哦。对，他就说唱的不错然后就按下去按钮就说你满意了吗？哦，他想要给你，他可能认为你也是一个可以被刺激，然后让自己有潜力再出现的人，所以他才用这种方式吧。对，这叫因材施教。那你有因此而对他怀恨在心吗？没有，这我觉得蛮开心的。哦，真的好。我是有被虐的倾向吗？对，被虐。但我蛮开心的。这样子真的也是蛮不错的啦，因为其实已经觉得满意了，但是我们还是在尝试看看，也许会有一个更不错的东西。对啊，感觉还蛮不错的。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呢，我有一首歌叫做《边走边唱》，我觉得它蛮有意思的，因为你们有出实体专辑。对。那实体专辑里面是不是在边走边唱的那个页面是有所有人出现吗？还是我记错？所有人都有。哇，我的脑袋好好哦。那要不要猜一下我们是哪位？对呀，应该看得出来吧？应该蛮明显的。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那如果是 Podcast 的朋友，你如果看不到我手上拿的这个专辑，没关系，我们 YouTube 随后就会上架，你们可以看 YouTube。这一张专辑真的做得非常的精美，所以刚刚讲到边走边唱，里面有6个团员。等一下，我翻到那页。你翻好不好一点？哦，然后翻到了，我有点老花眼。对，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画得非常非常的精美。那谁可以来帮我解释一下？这个页面，它每个人各代表的是什么？就是身上的图案。好，我先介绍一下《边走边唱》这首歌好了，因为其实它的这首歌它是延伸从我们的族语团名延伸过来的。哦，对耶，刚刚都忘记问你们族语团名，很难念。对，不好念。怎么念？叫做拉秀拉六，拉秀拉六。对，然后它是来自阿美语。哦。那第一个拉秀，它就是唱歌。哦，唱歌。对。那第二个拉六，它就是走路。走路哦，唱歌走路，一边走路一边唱歌的意思。对，所以我们就是把它翻成边走边唱。哇哦！对，那既然这个是边走边唱，就是我们乐团的话，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团员6个人都有对应到自己的大自然的元素，所以我们就把它写进歌曲里面。是对，那我先简单讲过去好了。在歌词里面就有在叙述每个人。对，就是我们有点像是我们用这样子的大自然元素来带到每个人，因为我们有山海、太阳、星星、月亮、彩虹，那我们就把这些自然的元素写到我们的歌词里面。那在画面上呢，来给你们介绍，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然后以及就是我们对应到的那些元素。我们可以对着那一台，就定住就好，定住它，我会再卡。第一位戴眼镜的就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吉他手，然后他的代表物是山。然后第二个，我郭哥之前有开玩笑说我是有手买那个画家，然后把画得很熟。请问一下画家叫什么名字？他叫做那个汤马士。汤马士是外国人吗？对，他是来自捷克的绘本画家。哇，来自捷克的绘本画家，重金礼聘，厉害了。所以你包了多少红包给他？这个不好说。好。对，然后我的代表物就是星星啊。对，然后我们介绍一下好了，因为其实大家帮他取一个族语名字，叫做福意斯。福意斯是哪一族的语言？阿美族。阿美族。福意斯，然后它就是星星的意思。哇，闪亮的星星。然后我们的鼓手就是小葛，他是太阳。哇哦，对，就很像他的鼓。对，就是很有活力，很像大鼓一样。然后在画面上就可以看到他，然后头上有顶着一颗大太阳。哇，很可爱。下一个来，你讲。下一个吗？那既然是我讲，那就很明显是我了。下一个是我，就是因为我拉大提琴嘛，就是那个汤马士老师，他有把大提琴也画进去，这样子。哦。对。那为什么凭什么你把月亮坐在下面？我的代表物是月亮嘛，可是大家都是把代表物顶在头上，但我是踩在月亮上面。我是踩在月亮仙子的意思吗？踩在月亮上。对，然后选拔你。
对，我们就不深究为什么我踩在上面好了，可能就是画起来比较方便罢了。那下一个呢是我们的嘎造。那嘎造它的代表物是海哦，因为是阿美族嘛，对，海岸阿美，好浪漫。刚刚说到的彩虹呢，就是阿妹。哇哦，为什么它是彩虹？因为这个东西可以因为我觉得我们乐团是非常多元的，是有非常多元的存在。那其实大家都有美丽的色彩，所以你看，就是彩虹走过地方，地上就会有彩虹掉下来。真的，而且他的衣服是不是？他们阿美族他的那一个部落的衣服的颜色也是很像彩虹。对啊，因为他穿的这条裤子，对，片裤它就是一条一条。哦，对啊，所以就是有呼应到彩虹跟裤子，然后还有，其实我们这个乐团，还有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一块土地上面，它就是一个多元的族群。对啊，非常非常棒。然后也会有一些台湾原生种的动物啊，对，因为我非常喜欢看汤马斯老师画动物，都超可爱。它里面有个很可爱的东西耶，就是小火人，这是小火人对不对？对啊，在我们的这个专辑封面也可以看到它。它还除了它是一个因为火开始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很容易想象有个小火人。那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因为汤马斯老师很可爱，他想要把火拟人化，然后因为火是这张专辑很重要的元素，所以他贯穿了整张专辑。是对，所以我们这么重要的人物，当然是要把它留给我们的制作人。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以保卜老师的形象去画的。对，所以上面的那个脸其实是照他的脸去画的。所以你们有问过他喜不喜欢吗？我们其实还没有看。没有啊，我们就是。反正这是我们的浪漫，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把它的重要性所以他知道吗？他知道他这个小火人是以他的脸去画的吗？目前是他的太太知道的，而且他笑了很久，真的。然后他说先不要告诉他，我们就先保密这样。保卜老师，你在这里，我要把那个小火人把它放大，你还满意吗？还算画的帅吧，很可爱啊，画的像啊，主要是画的很像。真的，你们真的觉得？借我看一下，真的蛮像。可以看封面的那个，真的有点呢。保卜老师，好哦，都已经聊到这边，然后这一首歌，它其实在实体专辑里面是非常非常有趣、有意思，然后又很可爱的。当然，乐器都带来了，是不是？我们也来听一下现场演奏的，边走边唱呢？有新的乐器。你还好吗？6点。
好的，听完了现场演唱，是不是很感动？然后有一种很 chill 的感觉。这首歌表达的应该就是这样的感觉，有点自由的感觉。接下来在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我超喜欢的，他们今天一来的时候，我就说我可以点播吗？点播那一首情人带，伤心的情人带。那其实一开始我会觉得说，这个应该是在讲阿美族的文化。因为阿美族在丰年祭的时候，好像会有情人带，然后有可以对心仪的人送出槟榔的这样子的一个习俗。但我原本以为这首歌是在写这样的故事，但是好像不是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有参与，那部分是有参与。所以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可以来聊一下吗？首先呢，首先是女生先讲话，她其实有点逗趣，我们是用一个比较诙谐的方式，对，有2个人在说话对话，那前面是女生先说，对，女生就是觉得就是跟男生说，我也觉得我不差，你为什么要拒绝我这样子？所以他送槟榔给他，对，就被拒绝，拉了他的情人带，但他死命的抓着不给我拉走。等一下，是要先拉情人带，然后如果他喜欢那个女生，再给他槟榔吗？是这样吗？这部分其实依照地区，有一些是拉，有些是直接放槟榔，对，所以每个地方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异。对，好了，我们赶快再进入故事正题。那女生就觉得说，我到底是怎么样？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拒绝耶，这样子，我有那么糟吗？那接下来就换男生来说明这一切。我想一下歌词等一下，因为这首歌我是合音啦。我想一下我在唱什么东西。它其实这首歌很浅显易懂，因为它是中文，然后后面再加族语。等一下，整首歌都唱完了。我看一下歌词。好的。大家不好意思没关系，我不会剪，我会放个时钟。我就想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录专辑？我有认真录有啦。可是因为歌曲太多了，大家先原谅他，因为其实，在编曲里面，很多的大提琴。老师最后都帮他做了2部，所以他很辛苦，他又要他戏份真的很重，因为我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听到大提琴。对啊，里面就是多了大提琴，那个氛围感又不一样。除了高级感之外，像有的比较有情绪的歌，你会觉得到心里面去，整个好了，可以讲了，拖很多时间，久了，可以了，导播再一次。好的，那接下来就是男生来说，为什么他不让他去拉他的情人带？他其实在第2句的歌词就说了，我不是想要狠心拒绝你，是因为你就不是我的菜。为什么？因为我是个阿都。懂了啦。而且后面也是很可爱，就是想说，好了，请你不要气馁，这样子我们也许可以当好姐妹。真的，所以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可爱。对，也不是说也没有那么伤心，虽然被拒绝，但是到最后大家变好朋友。没错，对不对？毕竟有些时候回去部落也是需要挡箭牌。烟雾弹。对。可是这个现在社会真的是这样子的。我是说，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当中，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有说，那男的超帅的，但可是他就是不喜欢女生。对啊，然后很多人都说，为什么长得好看的人？然后长得好看的男生，身材很好的男生，很有 sense 的男生都不喜欢女生，就有点可惜。对呀，就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歌，等一下回来继续再聊。好，那我们现在听歌哦。一圈又一圈，你终于站在我的面
这是我的情人，他也是我妈妈送我的礼物。杜纳吉阿鲁夫，杜纳吉阿鲁夫，杜纳吉阿鲁夫，杜纳吉阿鲁夫。不是我要狠心拒绝你，可能因为我是个阿杜。漫长情人夜，有谁能理解我的眼泪？亲爱的，别气馁，也许我们适合当姐妹。Karena zitsai kita masa soaya kuya sasaya sahali kisah mitutamaku mingwani kaku kisuanan Karena zitsai kita masa soaya kuya sasaya sahali kisah mitutamaku sahali kisah sani na ai tu falu tumaku好的，歌曲回来，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首歌超可爱、超好听？那节目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赶快跟大家宣传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行程要再讲一次哦。好，对，好的，接下来有3场活动，好，我们一人讲一场。好，你现在 say 吗？对啊，我再看一次。我可以，你讲第一场好了，你就翻小板板，可以。1、2、3这样子。好，你可以直接拿，1、2、3、4，你可以直接小抄，好吧？我帮你拿。好哦，我们接下来的活动在。好的，那我们第一场呢是在1月31号礼拜六，在台北松烟文创园区3楼诚品音乐馆。然后我们的第2场是在你刚刚是先讲，对不起，等一下，你用你的方式讲就好了。我们第2场是在高雄，然后在3月7号的礼拜六，然后在大圆柏的17楼诚品书局。台中场的部分在3月28晴美绿园道3楼诚品音乐馆。那接下来就是这3场的活动会是我们的分享会。那现场的时候呢，我们会带我们的实体专辑来跟大家做分享，因为一定要收藏。对，因为里面真的有刚才也跟大家分享到嘛，其实我们想要去把它做成一本绘本，是因为觉得说现在啊，因为毕竟真的有在听实体专辑的人比较少，对，但我们希望它不单单只能当一个收藏，你也可以有时候翻翻它，真的可以把它拿出来看，然后去欣赏里面的画作，然后它其实里面的字体非常的友善，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你有像我一样是老花眼，都看得清楚。对，然后其实也欢迎大家，如果你真的专辑买回去，可以分享给小朋友。
对，因为他真的非常非常可爱，然后。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每一首歌它都充满了正面的意义。对啊，所以不管任何年龄层来听这张专辑，或者是来看把它当绘本来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没错，那里面的这些歌曲啊，在后面也会有简单的它的小故事，让大家真的像在看故事一样。然后也会有不要担心看不懂中文的朋友们，就是这边有英文翻译。哇，有英文翻译，所以要大家如果你们真的在今天节目上面听到微醺开根很喜欢他们的歌，麻烦大家多多的分享，多多的转发，因为我们的那个 podcast 以及 YouTube 是全世界都听得到的，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听到他们，好不好？然后最后呢，亚外要再帮他们再分享一次，因为他们刚刚真的讲的像在那个有没有背台词？来，微醺开根火开始的地方专辑分享会，在过年前1月31号有一场在台北的松烟。过年之后，如果大家觉得说，还想要再去看的话，我们在这个高雄的大圆柏3月7号，台中3月28号的晴美绿园道3楼成品，都在成品哦。重要的是，你们要不要把你们的这个 IG， 然后还有粉专，让大家告诉我们的观众跟听众朋友们，让他们可以去搜寻。好，要怎么搜寻微醺开根呢？我们的很多的消息，包含这些活动后续相关的消息，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 IG、脸书上面找得到。微醺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那个微醺，你们都懂啦，我知道。那开根呢，就是数学开根号的那个开根。哦，对，所以微醺的时候就可以开根号的意思。也就是微醺的时候突然会数学了，对，突然开窍。哦，原来微醺开根的团名的意义是这样。其实也不是，开玩笑。哦，真的。因为其实他的微醺开根的团名跟我们的族语团名有一点点的关联。我们在讲说，当你有点微醺的状态的时候，音准会跟着那个根号的小勾乱跑。哦。所以我们就是说，自嘲有点开玩笑，唱歌有点走音了。因为就是微醺的时候，你的那个音准就会开根号了啦。对，原来是这样子，非常非常可爱。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让大家听到、看到微醺开根。那我们就在我们的成品签唱会音乐会上面呢，大家来见面喽。好，大家拜拜，拜拜，谢谢大家。Kusinga Yawai Mauring, kita Davavau Nialaki, Naskaya Dalam.